样高？不会。我们不管现在的脾气了哈，好，现在再来喊一次。啊，不要太薄弱，对，不要太薄弱，不是喊很大声，不要下来的时候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那么没有信心，信心一点，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什么？相信自己，还有相信谁？相信大家，还有相信谁？就有力量。相信自己，这一直循环，一直你在走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家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大家。相信老师，还有相信谁？一个公安，一个公安。相信什么？他是经理，我今天 OS 有没有？你买个什么？你买个相信谁？哦，你买个狗，你买个狗，一点好玩的题，而且想这样子这样说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们现在听哪讲？好来。相信每一个，相信社会上的一切，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家里面的成员，相信你的爸爸，相信你的妈妈，相信你的小孩，相信你的，相信钱，相信这个道，相信一切道。哇，对。哦。相信你的都已经，你看干嘛输入了，一直相信，哇，在这里相信在里面，好，来给自己一个相信的喊话，来，给自己哦，你相信的喊话，不要喊人家有信心的，然后下来不要问好不好，就是很有信心，我喊完就是很有信心的，对。是你自己是可以放的。有没有对你自己的？第三组喊我们看一下。加油！好，来，给他掌声，加油！加油！但是哈，我起来就要讲，